歡迎收看中嘉新聞週報，我是李品榮。新聞首先帶您看到高雄車站歷經20年的鐵路地下化與站體重建工程，終於在今年大致完工。不過，隨着車站本體落成，周邊大型建設也接力登場。除了都更開發陸續啟動，車站還將再開挖地下連通道，加上未來高鐵南延進駐，車站周邊恐怕還得面對不短的施工黑暗期。高雄車站歷經20年的鐵路地下化與站體重建工程，終於在今年告一段落。不過，隨着車站本體完工，新的大型建設也接續啟動。除了周圍都更案陸續推進之外，車站下方也將開挖一條地下連通道，未來可以串聯中山與博愛以及周圍道路。消息一出，立刻引發民眾關注。已經將高雄的車站的南北的地下道的連通，那麼課已經交付給交通部鐵道局來辦理。那很好那個太陽很大就在地下道走，對不對？又不用曬太陽，然後直接就可以到商圈。要那麼久啊？不過這工程還蠻浩大的，應該要那麼久，沒錯。說句坦白，我們年紀也有了，什麼時候看得到也不一定啊。恐慌啦，會恐慌。如果在整個地下道在開挖的話，工期應該是再縮短一點啊，擾民的已經歲月不饒人了啦。聽聞消息的周邊居民心情可以說是五味雜陳，憂喜參半。高雄車站周邊才剛結束長年施工，如今又將再度進入大型施工期。未來除了地下連通道開挖，還需要再加上高鐵南延進駐工程，這裡恐怕又得再次迎擊長達11年的施工衝擊。整個對高雄有發展的通道是非常的樂意看到了，但是你鐵改局跟那個市政府整個規劃，我們都不曉得。是不是就是請那個立委李坤哲幫忙協助一下，就鐵改局跟高雄市政府這一塊，還有那個請那個曾俊杰副議長，還有何瓊議員共同協助一下，讓周邊那個幾個里長共同有那個參與的空間，表達意見的陳述。藝術之工將來這個所在也會面臨到11年的工程期限的這個黑暗期。那鐵道局局長也完全非常的明了我們的這個需求，一一都列在會議記錄裡面，而且他的團隊正在這個委托進行規劃之中。一定整個規劃到今年年底有個結果了之後呢，我們會要求一定要跟我們的居民或者跟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地區的代表做一些說明。面對即將再次到來的交通黑暗期，目前地方表示接收到的資訊都相當有限，希望政府能夠盡速提出完整規劃，與地方展開說明與溝通，並且提前布局，才能夠有效地控制施工衝擊，保持資訊透明，降低地方焦慮。記者蘇安君高雄報道。位在人煙稀少的軍用品街內，開業40年的老牌便當店，卻依舊能吸引大批饕客天天光顧，甚至僅營業10分鐘就已經出現排隊人潮，堪稱是左營在地美食的傳奇。點餐人潮大排長龍，就連內用區也有許多民眾在用餐。但仔細一看時鐘，其實便當店才剛營業10分鐘左右。位在左營軍用品街的老牌簡餐店，每天一到營業時間，便會有許多熟客準時報到，堪稱在地的美食傳奇。蠻好吃的然後它分量蠻多的這樣。這邊10點就開始營業，然後10點就要先來，如果沒有10點來的話，後面都要開始排隊。這間店的招牌就是那個排骨嘛，它排骨的話就是有大概1半的排骨，然後飯量還有菜都蠻多的，對，然後經濟又實惠，人很多，對啊，你如果沒有一早來的話，後面都要排隊。快40年了，那從我姑姑開始營業的，就是大部分都是熟客，那有一些他就是客人介紹來的，不然我們不是什麼大的馬路，所以其實經過的看到的不多啦，但是大部分都是熟客。豐富多樣化的配菜選擇，飽足感滿滿的便當分量，還有飲料湯品搭配享用，經濟實惠的古早味便當不僅吸引了眾多內用人潮，就連外帶訂單也是接到手軟，需要大批店員分工合作，才能及時消化不停上門的人潮。一般以我们本身來講，有雞腿、雞排、排骨，還有一些魚類。那本身如果我們比較有名的是雞腿，因為我們的雞腿客人的點購率它是最高的。因為我們本身的便當是3個菜，然後還有附一盒荷包蛋，然後再一個主菜。那我們的價位來講的話，算比較平價的。因為這種我們這邊因為靠近海軍，
那因為海軍長期他們有時候出差外面，剛好沒辦法回營區吃飯，他們都會來這邊剛好吃個便飯，所以我們的分量什麼都會比較多一點，讓消費者吃得比較飽。40年前在熱鬧的西林街開業後，即便如今街道沒落，熱鬧景象難以再現，但老牌便當店依舊靠着實惠美味，在小街內屹立不搖，生意火紅。記者李品榮、洪俊傑高雄報道。高雄又有新的百貨即將登場。日前，知名科技公司取得高雄捷運 R17 試運站周邊 A5 街廓都市更新案，規劃打造全新商場，最快將在2030年開幕，成為串聯科技、生態和商業的城市核心，給高雄市帶來全新的生活與購物體驗。隨着台積電在楠梓設廠，帶動科技人才及相關產業鏈進駐，高雄市政府也積極推動試運站周邊 A5 與 A6 公辦都更，來因應區域發展需求。其中 A5 基地面積約4200坪，預計投資金額約88.5億元。未來不僅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也將吸引更多人口進駐，為高雄注入新的活力。人只要一坐到捷運站下車就可以逛。那是一個很好的那個據點，對，這樣一定會活絡那邊的商圈，一定是會去那邊置產的，因為台積電在那邊至少就活絡了那邊的經濟了。然後你又蓋一些商辦的話，那演唱會人潮或是一些其他的更會聚集在那邊。坐車馬上就可以逛街，這樣子很好啊。比如說像我們去日本也是啊，每個車站都有好多百貨公司啊，所以每次出去人都會很多啊，也會開放大家來這邊觀光吧。開發規劃以3棟建築為主體，包括1棟21層的辦公大樓、1棟18層的企業員工住宅，以及1棟3層的百貨商場，並設有地下停車空間。整體規劃兼顧辦公、居住和商業需求。這未來是一個很好的半導體的環境，因為它可以有購物，然後有辦公，然後又可以居住的一個很完整的園區。這次 R17 試運站旁邊的京站百貨案，我認為重點不只是多一間百貨公司，而是代表北高雄商業正式北移哈。那未來這裡結合捷運商辦住宅跟商場，等於打造一個新的科技生活圈。尤其台積電進駐之後，北高雄增加大量的科技人才與高收入人口，對於餐飲、零售、住屋、商辦需求都會快速的提升。A5 基地預計今年底會正式動工，將在2030年完工。到時候可以提供完善的商務和生活機能，包含導入餐飲與零售設施，滿足進駐產業鏈人才的日常所需，也將進一步穩固北高雄作為科技重鎮的地位。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歷經2年多的交通陣痛期，居民引頸期盼九如橋能夠快點通車。新工處表示，九如橋主體工程已經達到70%，目前正在全力趕工路面連接的部分，力拼6月底全線通車。遠遠望過去，已經可以看到九如橋的橋面。九如橋通車似乎已經看見曙光。自從舊九如橋在2023年底拆除以來，已經有2年多的時間無法通行。鼓山區的居民都希望能快點看到九如橋通車。封條免有車，無車嘛。你這徛街，啦，甚至有一寡做生意的，無人啊，無人就無生意做啊，是要怎啊，對不對？我跟你講啊，台灣說講了什麼時候要通，最後都是慢了很久。不會標準時間。從這邊去那個高雄中學嘛，這樣比較近啊。他現在都是要繞過去，已經都等到我小朋友都已經畢業了，所以現在好像也沒有用。所以講起來是太久啊，民眾攏當然都無啥條當然你來當提早是閣愈好啦，因為這時間是拖了有較久啊。但是真我知影就是包廂一直咧趕工，就是要把這個任務喺6月底會當來完成。新工處表示，目前河上橋面工程已經接近尾聲，為了全力趕工路面銜接的部分，必須封閉河西路與馬卡道路的後端，以及九如4路從華安街至翠華路的路段來進行工程。在鼓山區，未來九如4路在過了輕軌段之後，路面將以緩坡抬升，旁邊的河西路則會以類似引道的形式同步墊高，與九如橋交匯，形成寬敞的平面十字路口。整個九如橋它的河道的高層必須配合那個防洪的標準下去做設置，所以我們整個這個
愛河斷面會有相對的提高。在河溪路的部分，必須要有一個引道的使用的路面，所以我們現在在河溪路的部分，我們會施作擋土牆以及它的那個級配層，那邊整個路面會抬升大概1米左右，來去銜接到我們的那個九如橋。除了主橋銜接段九如四路的部分也會重新修改路型，目前正在重建排水設施、新建步道與景觀分隔島。新工處已經各開3、4個工作面，在全力的在趕工這邊的九如橋的通車，希望能夠給地方的地方的民眾不要帶來太多的交通的衝擊。九如橋會預計在今年的6月完成通車使用。新工處強調，目前現場正加派人力進行最後的通車衝刺，全力以6月底開放通行環境為目標，期盼能盡快打通這條連接鼓山與三民區的交通動脈。記者魏國慶、吳佩珊高雄報道。開車、騎車最怕一路停等紅燈，高雄不少駕駛人都會遇到，明明是筆直的大馬路，卻常常會有開一段停一段的梅花燈。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近期也啟動號誌實質重整計劃，希望改善主要幹道號誌同步的問題，減少用路人一路停等的情況。放眼望去，可以看到筆直的大馬路上，綠燈與紅燈不停地交錯着。高雄的駕駛人們行經路口，多少都會遇到號誌不同步的梅花燈。尤其是炎熱夏天，騎着車一路走走停停，也讓不少民眾感到相當困擾。有時候會比較不連貫對，會有點火大。為什麼？你騎到順順的又被停下來啊。有些地方是有，但並沒有到非常多啊。對，支線因為它可能最主要，它都以主幹道為主。高雄幅員遼闊，路口密集，加上今年持續導入阻擋保護10項、行人優先號誌以及配合輕軌優先通行等措施，也讓號誌連貫的調整難度越來越高。高雄交通局近期啟動號誌實質重整計劃，預計今年優先針對4大路廊進行調整，希望可以改善主要幹道的通行效率。今年準備要做，那你預計什麼時候可以把它完成？我們今年做的話，就是可能到年底，希望可以包括自由、十全、九如、民主、光華這個4方路廊可以完成啊。所以目前都還沒做嘛，是準備要做而已。對，準備要做，因為他要先收集交通量。計劃將分為4期推動，預計調整20條主要幹道的號誌規律，讓主要道路與支線號誌能夠更有效串聯，減少一路停等的狀況。民眾也表示，如果能夠連續通過3到4個路口，就已經算是相當有感。至少3個吧，至少3個。因為像高雄其實很多路段就是中間隔很短，然後就有一個紅綠燈的，所以至少3個以上，我就是覺得會比較順暢。那預計在這幾年內會把主要的20大的幹道做調整，那這20大幹道調整完之後，大概就是會複製這些邏輯到其他的中小型的道路上。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會在每一個主要的道路上規劃所謂的續進帶，讓行車者還是有一個續進距離，來確保就是安全跟順暢這個目標。隨着高雄交通形態越來越完善，號誌設計不再只是單純的紅綠燈切換，如何在行人安全、公共運輸與車流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也將成為城市交通治理的重要課題。記者傳軍高雄報道。籌備2年的時間，全國第一間以水為主角的體驗店在台南正式開幕。透過精準控制水中礦物質的成分，讓無色無味的水產生不同風味，讓喝水不只是解渴，還能喝出人生的不同滋味。畫面上這幾杯水看起來很一般，但每一杯卻有着不同的風味。業者從水質出發，結合先進濃縮礦物質調和技術，研發出穩定且能客製化的調和水系統，要讓大眾喝出水的價值。我們把所有的酸、鹹、苦、辣、甜呢，都變成無色透明的。我們這裡呢，等於是一個板前的概念，我們會透過這些無色透明、帶有風味的水呢，來去跟大家論述水試所的水到底有多特別。在這個場域，我們會借由不同的活動體驗，來讓大家體驗我們的水的產品。那大家會針對水的產品，就是知道它的一個可行性。那未來我們也會從事水事業的 B2B 跟 B2C， 甚至 B2H， 就是家用的一個部分。全台第一家以水為主角的體驗店，6日在南門路正式開幕。店內不僅提供沉浸式的品水體驗，也邀請熒光藝術家人生2進駐開展。展覽以高彩度的熒光浮世繪，具象化顯示現代人的生活壓力。水其實是透明的，它是沒有量體的，所以它一下就從指縫中流走。
那其實焦慮的情緒也是說來就來，那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走，什麼時候會來。但焦慮過頭就不好，就變成那個憂鬱症，是吧？所以其實藝術的目的有時候是在提醒人們面對這個問題，就是我用各種議題去挖掘、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也許可以幫助人去理解自己的焦慮是什麼。水試所打造實體體驗空間，以一廊式的概念呈現：1樓喝時間，2樓喝情緒，3樓喝人生五味，將水從配角轉化為主角，重新定義飲品新文化。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不同神明所戴的帽飾象徵不同的地位與官職，精緻神帽工藝更能彰顯神威氣勢。台南市登錄傳統工藝神明銀帽技術保存者郭春福，鑽研神帽工藝已經超過1甲子，是台灣極少數能夠同時擅長金銀銅紙神帽的藝師。如今年近80的他，多次獲得神明欽點制帽，作品遍布各大廟宇。眼神專注，動作利落。今年已經將近80歲，知名神帽製作藝師郭春福，這天來到主祀保安廣澤曾王的獅山鳳山寺聚寶堂，親自幫神明丈量頭圍、調整帽型，流暢的動作完全看不出歲月痕跡。過上王爺帽啊，那叫伊金身要裝起來，這是李龍輝，啊，但是西螺燈哦，西螺燈伊是地攏甲地底無，煙花供香嘛地底無，啊，那伊阮咧做的吼，阮是會甲人客解說，人客吼，伊人感覺講，伊要對李龍輝，我就甲做李龍輝。李龍輝的工比底無工較濟。春福師的作品遍布全國各地，最知名的莫過於鹿耳門天後宮正殿媽祖，號稱全國最大的銀質後冠。媽祖金身高將近4公尺，頭圍約5尺，銀帽重達17公斤，高1公尺，相當巨大。同時還挑戰自我，2025年完成一頂頭圍僅1寸半的中壇元帥銀帽，大小幾乎與50元硬幣相當，展現工藝的極致掌控。要看遐油哦，要去搭了做的時候，無遐簡單。你即擺咧做的時候，伊目睭就開始會酸，流目油。啊，你差不多做差不多5分鐘，大家再起來行，起來休息。做5分鐘的工課，你要休困哦，休困差不多3點至4點鐘，伊目睭開，我就到個恢復。除了全國最大及最小銀帽，4點大天後宮正南媽後冠也是出自他手。即便銀價年年上漲，一頂銀帽動輒30-40萬元，至今都仍有信徒來求帽。郭春福不僅將紙帽精緻化，推展成神帽，更將早年打金鑲嵌寶玉的嘎嘴技藝融入神帽製作，結合粉線、畫色、安金與彩繪工法，匯整出完整的神帽造型體系，開創獨特風格。阮較早吼，阮這攏是用學輕功的啦，拍琴啊，拍琴啊吼。拍琴啊，你若做落吼，差不多大攏會用做啦。但是即擺囡仔吼，伊要學師啊吼，伊學袂調，伊攏學無偌久吼，伊就要家己要出去做頭家，家己要出去做師傅啊。因為這個功夫就是經驗的傳承，這個經驗的累積。你知影？你經驗如何，伊的功夫哦，伊就會如何。一頂手工神帽，從丈量、打版、繪圖、造花到熔接，往往耗時數月，甚至1年半載。他也成立自己的工藝社，就位在自家地下室，裡面的師傅都是老婆、女兒和媳婦，堪稱背後最強的娘子軍團。耐着高溫火烤，一敲一打，敲出完美弧度，也敲出傳承的重量。野火野這個火，這個火錘因為野會知要控制住3個月，我都來教教伊有法度當學，伊有法度當做，但是伊都經驗無夠，無法度當講做親像迄老啊。啊，你若講外口有人要學，我嘛想來會教，有人要甲教。
但是即擺囡仔都攏學袂中。郭春福累積超過1甲子手作神帽的精湛工藝技術，來自於對自我極高的要求。2016年獲得台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登錄為台灣少數的神明銀帽技術保存者，作品更被稱作神帽界 LV。記者陳懷談的報道。亞洲在場台灣與亞洲運動會特展在國立台灣藝術博物館登場，是台灣首度以亞運為主題的國家級特展，展出上百件過去台灣在國際賽場上的獎盃、歷史照片和個人裝備等文物。文化部長李遠和運動部長李洋共同出席開幕儀式，象徵雙部長遠洋合作正式起航，為台灣運動文化與亞洲視野開啟長遠的對話。亞洲鐵人楊傳廣的銅像帶領觀眾重回台灣田徑的巔峰年代。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推出亞洲運動會特展，展間中有1958年東京亞運的足球金牌、拳擊女王陳念琴與台灣最速男楊俊翰的個人裝備，還有歷史照片和選手貼身物件，上百件橫跨半世紀的珍貴文物，這裡都能看到。亞運跟奧運其實是兩種不同款文化，運動甲台灣社會其實透過這種對外比賽，真的是一個成就這個台灣內部團結一個新重要的力量。台史國能夠喚醒我們對於運動跟它的文化、跟它過去的歷史，以及現在的即將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的運動選手發光發熱的亞運能夠串接在一起，非常謝謝。這是台灣首度用運動記憶系統性保存，以亞運為題呈現的國家級特展，涵蓋亞運獨有的運動項目與文化特色，以及台灣代表團過去在國際政治角力中的更迭。透過這個亞運，我們看到是不只是運動啊，看到那個戰後台灣，還有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大家彼此的互動，然後也看到作為台灣人在這麼漫長的時間，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灣出去比賽。其實運動的有趣的地方是在於的過程，其實在那種不放棄的精神，那可能會面臨很多的挑戰跟困難，然後也像我們台灣的韌性一樣。展覽象徵文化部和運動部遠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將賽場上的榮耀變成全民共享的文化資產。館方也將推出系列活動，邀請選手們分享心路歷程，探討運動人性。記者周懷談的報道。相信大家都看過骨牌，或是曾經玩過骨牌，但可能不太清楚骨牌遊戲其實還蘊藏了科學原理。台南市政府社會局的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就特別安排了一場骨牌體驗活動，吸引青少年報名參加。透過骨牌實際操作和分工，讓青少年在挑戰中培養耐心和團隊精神。2、1，由30位學員利用上課時間所完成的8000片骨牌，最後在短短1分多鐘全部推倒。這個活動是台南市社會局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所安排的骨牌體驗活動。先由教練講解骨牌的排列原則跟技巧，並示範距離控制和角度安排，隨後讓學員分組實作。參與學員大部分都不認識，在過程中學習溝通合作，學會課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和大家是第一次見面，我們從骨牌活動一起拼出圖案，中間骨牌有一直倒下來，我們就彼此鼓勵，重新拼出圖案。我在這個活動裡面學到在課本學不到的東西，也學到更多與同年紀的溝通與合作。骨牌是一種媒介，可以促成團隊合作和協調的動力，讓不熟悉的團體成員學習溝通應變，最後克服困難，完成作品，就是中心原本設計這個課程的目的。今天
會辦理這樣的活動，主要是希望可以傳遞，就是讓青少年有一個韌性的培養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在堆骨牌的過程當中，其實難的並不是讓骨牌就是把它排列排好，難的其實是在骨牌不小心推倒的那個過程當中，我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重新的，就是把它再重排過來。那我們也希望在這樣的交流過程當中，可以訓練青少年他們抗壓性跟面對失敗的這樣子的一個勇氣。中心希望透過活動，讓青少年理解成功來自累積和堅持，並在困難中學習再出發，迎向下一次挑戰。青少中心骨牌玩家大成功。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为了持續推動台南市3級棒球發展，深化棒球教育扎根與城市運動文化連結，台南媒體壘球聯隊攜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隊與府城長照合辦3級棒球回饋互動活動，邀請4座學校棒球隊參與，不僅捐贈棒球器材，也安排成棒球員與小球員面對面交流，希望鼓勵孩子們持續追夢。小球員站上球場，開心與成棒球員互動。台南媒體壘球聯隊和台南市城市棒球隊共同舉辦3級棒球回饋活動，邀請立人國小、文園國小、公園國小以及明德國中共58位小球員參加。台南市長黃偉哲也親自出席，與府城長照執行長蔡雲成、台南市電子媒體記者協會理事長賴冠章一同進行開球儀式，現場氣氛熱鬧。除了致贈棒球器材外，15位成棒隊球員及教練團也分享訓練經驗，並指導基本投打技巧。大家記得當初的紅葉棒球隊是用樹枝跟石頭來打棒球的，但是現在已經進入到了科技時代，人家都要算那個每個投手的球速，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術，有好的選手，才能夠這個打贏球賽。那我們平常照顧老寶貝但我們也有機會可以來照顧這些小寶貝，讓他們有機會，然後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讓期待說台南市我們未來有世界冠軍的產生。我們會非常珍惜這一份的一個資源，好好的把它運用在我們的學校以及我們的棒球隊上，讓我們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夠更上一層樓。台南有完整的7級棒球體系，從少棒、青少棒、青棒到大學成棒及職棒，都是城市重要的運動資產。也希望透過更多資源投入，提供孩子更完善的訓練環境。台南能夠恢復過去我們的棒球之都，而且也可以把我們過去對於不論是少棒、青棒、成棒這樣的一個所謂基礎培訓的一個過程能夠做得更好。我們在基層棒球的資源非常的少，所以很感謝我們記者協會這樣子媒合，讓我們企業單位投入在我們基層棒球。好，大家來共同挹注資源，好，來贊助我們這個基層的這個棒球的這個活動。好，這個是相當的非常的令人欽佩。參與活動的4支隊伍都展現相當扎實的基本功，顯示台南基層棒球深厚實力。透過與成棒球員近距離交流，不僅讓小球員獲得寶貴經驗，對有志投入基層教練工作的選手而言，也是一場難得的實務交流與傳承體驗。記者周海騰的報道。專屬高校生的青春盛典在新北登場，2026當大人高校季系列活動正式啟動，以超能為主題，結合音樂創作、社團展演、職涯探索與線上票選，打造一場屬於全台高中職學生的青春舞台，留下屬於自己的青春印記。同學們在台上開心地合唱動人的歌曲，這是專屬高校生的青春盛典2026當大人高校季系列活動，正式在新北登場。今年活動以超能為主題，結合音樂創作、社團展演與職涯探索，打造全台高中職學生展現自我的舞台。新北市副市長朱棣之也出席參加啟動記者會，與畢業歌女神許維芳同台，邀請全台高校生一起來新北揮灑青春。新北市副市長朱棣之表示，新北持續打造多元舞台，
陪伴年輕世代探索自我。今年以超能為主題，透過音樂與創作，鼓勵學生勇敢發揮專長，也期盼每位學生都能走出屬於自己的成長道路。我們在這個當大人高校季的一個部分，是我們新北為了畢業生那所首創的一個活動。在這個活動當中呢，我們借由相關的10大主題的一個活動，來讓我們所有的一個畢業生有一個呈現的一個機會。在做相關的一個未來要出社會或者是繼續升學的過程當中，都能夠有相關的一些探索。更重要的是，我們也看到了我們非常多的同學們在學校裡面都參加相關的一個社團。那這些社團在未來都是在成長的過程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記憶，也是每一個孩子、每一個同學在未来不管是就學或者是就業、職涯生涯的一個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回憶。活動也首度公開高校宇宙主視覺，搭配4大 IP 角色，並推出經典畢業歌啟程10年復刻版。記者會現場由許維芳與安康高中的同學同台演唱，勾起滿滿青春回憶。會有不同的回憶，因為我這次扮演的是豆年選的布魯斯，然後又可以接觸到唱校園歌的女神在這裡，我覺得非常的棒。從上禮拜五開始準備這個活動，就很期待到現在可以跟大家一起拍攝，然後希望以後還有這樣的機會。這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活動，就是平常人其實不太會接觸到，然後也很開心可以參加。就是一個很難忘的一個活動，然後就是希望以後還有更多的機會。許維芳也預告，8月15的演唱會將會有原唱學生驚喜現身，帶領大家重返青春時光。首先很感謝新北市政府，還有當大人高校季這個活動，然後讓我有機會可以夢回啟程的那個時候的回憶這樣子。然後8月的那個演唱會，我會帶來一樣是畢業歌串燒，然後還有因為這樣子的活動讓我變成創作歌手，所以我也會帶來我的創作這樣。然後10年後再唱啟程，我覺得唱的是夢想的堅持，當初唱的是對夢想的向往。2026當大人高校季系列活動自即日起開跑，將串聯10大系列內容，包含高校季演唱會、社團成果發表、巡迴工作坊及人氣票選等，並結合線上短影音節目與 MV 票選，打造線上線下整合平台，全面展現高校生的創意與活力。新北市教育局表示，當大人高校季不僅是一場活動，更是一場屬於年輕世代的成年禮。期盼透過多元舞台，讓學生被看見，勇敢綻放屬於自己的青春光芒。記者蕭世宏新北採訪報道。桃園高中人文藝術大樓前有一棵樹齡超過60年的老榕樹，陪伴校園多年，如今因為生病要被處理掉，因此學校特別為老榕樹舉辦了一場畢業典禮，現場氣氛溫馨動人，一起來看。桃園高中舞蹈班的學生在大樹旁用優美舞姿對老榕樹訴說感恩跟不捨。桃園高中人文藝術大樓前樹齡超過60年的老榕樹，陪伴許多校友跟師生成長。如今它因為嚴重的褐根病，樹葉幾乎掉光，也被列為危樹要被砍伐處理掉。桃高師生因而特別在日前為老榕樹舉辦畢業典禮，不僅特別為他制作專屬畢業證書，師生們也寫下祝願跟感謝小卡，現場氣氛溫馨動人。今天我們特別幫老榕樹辦畢業典禮，就是因為發現老榕樹它得了這個樹的褐根病，那樹醫生說他也沒有辦法再做復原，所以我們學校的老師們跟孩子們決定幫他辦一場告別的活動典禮，來跟他 say goodbye。所以呢，我們在今天也頒發了他的畢業典禮，感謝他陪伴我們的師生以及還有我們校友回來繼續重溫當年在校園裡面的記憶。那舞蹈班的孩子也特別編了一首舞獻給我們的老榕樹，那我們看了實在是非常感動。同時，因為我們要跟他送別，那我們希望這份愛跟這個綠意能夠傳承下去。
老榕樹畢典這天，許多校友都回來陪他最後一程。前立委湯慧珍也是桃高校友，他特別寫下祝福小卡，看着同學們準備的舞蹈跟溫馨的活動，感嘆這也是老榕樹給師生們上的一場很有意義的生命教育課程。因為佛家講成住壞空，這是一個正常的生命循環輪迴的現象，這個我們也不需要太執着，我們要順的看人的生命跟生物的生命是一樣的。所以今天我們有幾句話我特別留在這紙條上面，看到生命有無限的可能我們還有看到這個絕處逢生的機會，所以留下來的種子我們會帶出去，就會長出很多新的生命，在地球上繼續給我們遮陰避雨。所以今天我們感恩跟懷念，就是留下我們心中最大的祝福。桃園高中創校85週年，老榕樹也在校園裡守護師生超過一甲子的時光。畢業典禮後，他就要被砍伐火化，師生們寫的祝福小卡也會跟着一起陪伴老榕樹最後一程。學校也特別準備日日春的種子給參與畢典的師生，種下新希望，也象徵是延續老榕樹的生命意義。雖然老榕樹的生命走到盡頭，但是他的身影永遠留存在校友跟師生的心中。記者賴偉一團報道。新北市公用頻道活化運用委員會攜手中嘉寬屏嘉禾前進鶯歌國中，舉辦2026華世代不受騙 AI 時代的防詐手機影像創作營，用2週的課程提升年輕世代的媒體素養，勉勵學員們把握時間學習並帶走重要的媒體識讀能力。同學們在平板上滑，努力剪輯影片。新北市公用頻道活化運用委員會攜手中嘉寬屏嘉禾前進鶯歌國中舉辦2026華世代不受騙 AI 時代的防詐手機影像創作營，並在25號結業式當天，邀請鶯歌區長曾明華到場觀賞學生成果影片，並頒發結業證書。他表示，現在人都高度依賴手機跟網絡，如何辨識假訊息跟 AI 偽造影像，已成為重要的公民必備能力。肯定營隊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媒體識讀觀念。今天來參加這個營隊感覺充滿了活力跟朝氣。那手機它不只是個工具，可能是跟世界接軌重要的一個平台但是現在的詐騙手法翻新有假交友啦、假投資啦，甚至有假影像變身都有可能。讓同學們透過這樣的一個課程，每個人都成為防詐的小幫手，那也可以把這個訊息傳遞給更多的他周遭的好朋友，或甚至於家人能夠不受騙。但是詐騙集團的手法還是不斷的在翻新，我們還要隨時的不斷的去進修。學習更新的 AI， 讓這些詐騙集團沒有飯吃。參與營隊的鶯歌國中學生鍾品軒跟張以琪也分享學習心得，認為營隊很有趣，不僅幫助自己進一步了解 AI 技術最新發展，還能學以致用，挑戰結合反詐知識做創意影片。最後看到同學們的影片各有千秋，也讓自己很是驚豔。我認為那個 AI 的那個剪影片的，可以讓我們更知道要怎麼預防詐騙，就是可以用這樣的宣傳方式，讓更多人知道怎麼預防詐騙。就是他們會教我們怎麼剪輯那個影片，就有一些動畫什麼可以用，然後還有一些字幕可以上。我覺得他們也做得蠻好，那個轉場都很會用，對，蠻有創意的。連2週的營隊首堂特別邀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專業講師，介紹常見的網絡詐騙手法跟假訊息辨識技巧。台藝大廣電系副教授陳靜玲表示，面對 AI 浪潮，這次也特別加入 AI 生成詐騙判讀教學，希望學生不只會使用科技，更能理解背後可能帶來的風險，進一步建立媒體識讀與查證能力。
那我們今年很有趣，就是針對我們的國中生來進行這所謂防詐騙這個議題內容，並且我們在今年因為是所謂的 AI 元年的下一年，所以我們在運用了這個 AI 來讓同學們來更加的清楚到影像加上 AI 怎麼樣去避免防詐騙這一件事情，那以及呢去傳達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故事，並且呢讓他們情境化。那這一次因為針對了國中生，所以我們在整個的內容上面又更加進階，就是期望能夠讓民眾運用媒體技能。那媒體技能傳達一些事情的時候呢，相信对於他們未來在整個的這個發展路徑上面，還有未來的了解社會上面，會更有幫助。除了理論課程，營隊也安排手機拍攝跟影音剪輯實作，引導學生在 AI 輔助下，從主題發想到後製剪輯，完成防詐短片創作。承辦營隊的中嘉寬頻嘉禾資深經理徐巧妮表示，很開心看到有學生掌握 AI 工具，以 AI 生成的方式來完成防詐影片，不只是理解 AI， 更懂得反過來善用科技，傳遞正確反詐觀念。那麼經過1個禮拜之後呢，我們今天來驗收成果。那今天在現場我們看到非常高興，其中一支影片非常特別，是全部用 AI 生成哦。那這個孩子在學到這個 AI 生成的一個技術之後，他馬上應用了。那當然應用技術是一個，最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知道 AI 可以做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那為什麼我們應用在這樣一個課程當中呢？其實除了技術之外，我們要讓他知道有一些詐騙的影片有一些假訊息，其實也可以這麼簡單的一個生成。所以希望能夠借此來提高他們的觀察力，讓他們不會再是受騙。那在網絡世界這麼多的假訊息當中他們也學會能夠分辨真假，所以今天非常開心的，他們把這樣的技術用在實際的影片當中，那我們也看到實際的成果。協辦的鶯歌國中校長江明央也在同學們拍攝的影片中粉墨登場。他表示，短影音社群平台已成為學生最熟悉的語言，因此比起一面鏡子，更重要的是教導孩子正確使用科技工具，透過創作來傳遞正確知識跟價值觀，這才是教育真正的意義。現在的孩子，他們幾乎是手機不離手滑絲帶生出來就會。所以，教會他們如何去使用，然後尤其是把自己正確的思維可以傳播出去，用最好的管道去傳播自己最正確的思維，造成一個社會的影響力。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知道更多，他們就會更容易分辨，所以他們的思維會更正確。所以我也很希望說，他們將來不一定自己會走入這個產業，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上面，自己永遠將來專注的所有領域上面，都可以好好的去正確使用。營隊期盼學生透過課程，未來不只是在滑影片，更能夠看懂影片，進一步理解資訊背後的真實性，並學習善用 AI 工具進行正向創作。學生作品未來也將有機會登上圈3公用頻道，讓青少年透過創作參與公共媒體，拓展公用頻道多元內容來源，實踐媒體近用權精神。記者林賴偉新北報道。濃郁肉桂香也能烤出事業第2春，外商主管轉戰烘焙業，用精準的數據分析研發出8種減糖口味，不只平衡了辛辣感，更讓怕肉桂的人也敢於嘗試。這份濃郁的香氣不僅成功開創了事業第2春，更療癒了無數甜點控的味蕾。濃郁的肉桂香氣在空中彌漫，剛出爐的肉桂卷泛着金黃焦糖色澤，很難想象，眼前這位手法利落的達人何雅婷，2年前其實是掌管行銷與電商的零售通路高階主管，因為一次國外的美味邂逅，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就是工作那麼多年，然後我又生了小孩，小孩還這麼小，我突然就覺得說，哎，就是人生好像不是只有工作賺錢而已，就家庭非常重要。好多年前20幾歲的時候去國外出差，然後第一次吃到肉桂卷，我很感動。然後我就想說，那既然我這麼喜歡肉桂卷，家人跟朋友都很鼓勵說你的肉桂卷真的很好吃，應該可以出來賣。所以我想，好，那我就大膽一試，我就開始了。為了保留肉桂中肉桂醛的天然香氣，雅婷靠着自學，不斷研究配方，精準拿捏甜度與辛辣感的平衡。她更發揮過往數據分析的精準心法，如今將工作室選在孩子學校旁，成功兼顧家庭，更研發出8種獨門口味。
你第一次嘗試，或者說你真的每天都要來一顆肉桂卷的話，我非常推薦就是原味肉桂卷。你看它的肉桂味很香，但是又不会很辛辣。然後呢，而且就是我都有做少糖，让就是負担少一点，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奶油肉桂卷，它是带點微酸的乳酪，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然後又不会說很膩，非常清爽，也很適合夏天。我的核桃都是有就是浸制過的，就是它是用黑糖去浸制，所以說吃起来呢，就是黑糖香气很濃。然後呢，你當那個肉桂卷再配上焦糖核桃花，咬下去又非常有口感。很多人都不知道說，巧克力跟肉桂卷到底是怎么会搭起来这么好吃？它是冷吃的話呢，它巧克力是脆的，脆片跟肉桂卷又就是有很棒的口感。然後如果說你是加热吃的话，它又像熔岩一樣这樣融起来，然後就是黏黏的，非常好吃，這也是不同的感受。少糖配方搭配多變層次，讓原本害怕肉桂味的民眾也瞬間被圈粉。肉桂味也蠻香的，然後棉花糖很特別，很濃郁耶。除了是自己穩定成長之外呢，然後也希望就是開拓更多的to B的市場，讓更多的台灣人去知道肉桂卷對身體的好處，然後還有就是這個甜點呢，它其實是可以非常療癒身心的。從零售數據世界跨界到烘焙烤箱，雅婷用一顆顆療癒的肉桂卷，烤出了事業第二春，持續擴散這份因愛而生的獨特魅力。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基隆年度代表性的音樂盛事愛與搖滾5月23、24日在國門廣場登場，42組樂團接力演唱，拉開音樂季序幕。現場聚集了許多樂迷與年輕人熱情歡呼，展現基隆的海港音樂魅力。副市長邱佩玲也到場與民眾一同感受搖滾能量。基隆愛與搖滾音樂季正式登場，下午3點多，氣溫飆到30多度，國門廣場已經出現人潮，樂迷跟着樂團音樂搖動身體，全場嗨翻天。是我自己太嚴重。台上樂團普通隊長開唱，台下樂迷玩起了人體衝浪，很好玩，很開心，就是很多不一樣的樂團，然後有自己喜歡的樂團。我們跳到都快中暑了，真的好熱，已經準備了，真的很熱，對，但很好玩。魅力在，我真的覺得位置很不錯，然後樂團都請得非常的棒，然後附近氛圍很好，然後附近也有很多吃的跟喝的。基隆年度代表性的音樂盛事愛與搖滾音樂季23、24兩天在國門廣場開唱，42組樂團接力演唱，港邊出現大批民眾，有人席地而坐，大批粉絲在搖滾區和樂團同樂，展現基隆海港的音樂魅力。文觀局連續第3年辦了，把它打造成為一個。大家只要聽到這個時間，那愛與搖滾馬上就會很多人來參加。聽說到現在現場已經7萬多個人了。我們希望這個活動不僅台灣人知道，更希望引進更多的國際團體，變成國際上大家都知道的活動。今年我們希望到20萬個人。今天老天爺很幫忙，天氣很好，不過大家還是要多補充水，做好防曬。去年還要多，而且越辦越好。它分為3個區塊，主場、市場，然後還有第3個場。我覺得大家需求不一樣，也非常棒。今年設計的特別有用心啊，因為它分了3個區塊，讓我們年輕的朋友能多處的接觸我們所謂的音樂的一個氛圍，讓我們基隆海港的美色與音樂融合在一起，讓大家認識我們基隆的好。今年的卡司陣容堅強，除了人氣壓軸樂團血肉果汁機和傷心欲絕，也邀請了日本搖滾樂團跨海來台演出。除了國內知名樂團之外，首度讓從音樂校際大賽脫穎而出的4組潛力新秀上台演出。
我們的今年的卡司陣容有比較不一樣，我們邀請了2個日本很重要的一個獨立樂團來，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可以讓日本的樂團跟台灣的樂團做個交流，甚至我們這次也擴大很多校園的活動，也希望透過校園的年輕人可以知道音樂是無國界的，讓他們一起來參與這樣的一個音樂活動，同時也可以升級成國際的音樂活动。愛與搖滾音樂季去年吸引了15萬人次參與，主辦單位市政府希望今年能夠朝向20萬人次目標，希望讓愛與搖滾不只是台灣知名的音樂季，能夠逐步成為國際的盛事。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南陽街一帶除了補習班與美食店家林立外，奠定台積電科技發展基礎當年最關鍵的決策，也是在南陽街上的一場早餐會所做出。因此，台北市政府在原址以"從餐桌到世界"為題，設置紀念牌與藝術作品，希望讓更多人可以認識台灣科技發展的歷程。在台北市長蔣萬安與前工研院董事長史欽泰、前台積電副董事長曾凡成等多位科技大佬，同時也是當年核心工程師共同見證下，以從餐桌到世界為主題的藝術作品正式亮相。這裡是南陽街38號，在當年經濟部長孫運璇帶領下，1974年2月7日，幾位大佬在小星星豆漿店一邊吃早餐，一邊擘畫出引進海外技術發展積體電路的宏偉藍圖。因此，台北市政府與潘文淵文教基金會、孫運璇學術基金會與美家文化實業合作，在原址設置紀念牌與藝術作品，希望重現50年台灣科技發展史的關鍵時刻。50多年前，台灣面臨產業轉型的嚴苛的時刻，在資源極度缺乏的環境之下，一群具有遠見的前輩先進開始思考台灣未來的路應該怎麼走。他們深知到，只有依靠科技、人才跟創新，才能讓台灣走向世界。1974年的2月7號，潘文淵先生返台，跟孫運璇部長、惠華先生、高玉樹部長、黃賢體先生、王兆正先生及康寶煌先生等7位，在台北市小星星豆漿店舉行一場早餐會議。會中討論的核心就是如何振興台灣的工業。潘文淵先生明確地指出，台灣必須要發展具有前瞻性的科技產業，而電子工業最重要的基礎就是積體電路，也就是 IC 的產業。蔣萬安也感性地引用當年孫運璇部長的名言：這一次的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宣示將以當年半導體前輩的決心，推動台北市持續進化為全球 AI 發展的戰略高地，全力打造台北市成為引領世界的 AI Powerhouse。台灣率全世界之先，勇於投入晶圓代工廠，就是最好的例子。這種商業模式的創新，就是基於與客戶的誠信，讓更多國際夥伴共享半導體產業的藍海，成就了包含輝達、AMD 等美國半導體巨頭，讓他們聚焦於設計，我們來製造落實。也就是說，美國是大腦，台灣是心臟，心臟日夜匪懈地為大腦供給養分，驅動了世界半導體的蓬勃發展。台北市政府、台北隊會持續秉持前輩們的意志，在成功爭取輝達第一座海外總部落腳台北之後，持續建構串起南港、內湖、北市科的台北科技廊帶，努力打造台北成為全球 AI 科技產業發展最強的一顆心臟，也會與全世界的夥伴一同繼續引領世界 AI 的發展浪潮。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
老人家常警告愛揉眼睛會瞎掉，恐怕不是危言聳聽。一名23歲的女大學生因為過敏時常揉眼睛，結果視力快速惡化。檢查後才發現已經確診圓錐角膜，視力僅剩0.25。基隆長庚醫院為她進行全台首次角膜基質內環植入術，成功重建清晰世界，也為國內角膜治療再創新的里程碑。擁有一雙靈動的大眼睛，身為田徑校隊的張小姐，卻因為常揉眼睛導致視力衰退。在一次跑步撞到跑道障礙物時，才發覺事態嚴重。經過就醫檢查，發現確診重度圓錐角膜。因為我想說，沒有那麼容易撞到眼睛，或是在運動的時候，其實不太會撞到或跌倒。這樣那一次跌倒我就嚇到了，就想說還是早一點盡早去就醫，就是去開刀這樣子。之前會有常常揉眼睛的習慣？有，因為醫生是跟我說我有天氣的過敏這樣，可是我沒有發現我有過敏體質，因為我不是過敏了，因為我沒有流鼻涕、打噴嚏這些，那應該是天氣的這是天氣的關係，就是忽冷忽熱，或者是到北部就是溫度這樣，然後就因為一直揉眼睛。基隆長庚醫院副院長孫啟清表示，角膜是眼球最前方的透明弧形薄膜，負責折射光線並形成清晰影像，厚度僅約半毫米。如果不斷揉眼睛，就可能造成角膜變薄、支撐力減弱，無法抵擋眼內壓，導致眼膜中央鼓起成錐狀，使光線無法精準聚焦，導致視線模糊。其中最常見的就是圓錐角膜。我們的結膜上面呢有一些細胞，那如果你揉眼睛的話呢，這些細胞呢它本身會導致發炎物質的產生，那這些發炎物質的產生呢，就會讓我們的角膜的基質可能結構會變得比較脆弱。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它的體質再加上揉眼本身角膜的生物的結構就比較差，那就有可能造成角膜膨出圓錐角膜的情形。孫啟清副院長說明，由於張小姐是重度圓錐角膜患者，傳統治療方式效果有限，因此基隆長庚採用新技術角膜基質內環植入術，使用人類捐贈角膜組織製成弧形植入物，透過飛沙雷射在角膜建立隧道後植入。因為這項技術具備更佳的生物相容性，而且不會損害角膜中央光學區。對於比較嚴重，也就是中重患者的這樣的一個圓錐角膜的話，因為它的角膜非常的凸，所以在這個時候它沒有辦法用硬式隱形眼鏡或巩膜片來治療，我們就必須去思考。第一個就是強化它的結構，也就是說讓它不要再惡化，所以角膜交聯是一個選項。第二個，已經非常凸的情況之下，我們就要想辦法讓它恢復比較原來比較正常的這樣的角膜的形態。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再加上它是生物相容性的，就是角膜的組織，所以能夠讓患者能夠在術後角膜變得比較平坦。這個時候，即便他之後接受了角膜交聯，或者是說要再佩戴硬式隱形眼鏡，這個時候也比較能夠戴得住。這個是我覺得一個新的一個突破。圓錐角膜好發於青春期到30歲左右，根據估計，全台大約有4萬名患者，不過有將近半數人沒有被診斷發現。孫啟清副院長也呼籲，長期揉眼睛、有過敏性結膜炎或是家族病史，都是屬於高危險族群，應該盡快就醫做進一步的檢查。如果你本身你的散光或近視不斷的加深，而且你短期間之內，而且沒有辦法用鏡片來矯正的時候，你就要去尋求協助，因為這時候通常可能是眼睛角膜出了問題。那如果你如果有家族的家族史或者是過敏這樣的情況，我們發現臨床上大概有90%都跟這個過敏有關係，所以你就必須要更提高警覺。目前基隆長庚眼科團隊已經完成11例角膜基質內環植入術，患者術後視力都有顯著的改善，約2到4周就可以恢復日常活動，視力在3個月內就可以趨於穩定。因此，未來長庚體系將擴展這項技術，為更多角膜擴張疾病患者重拾清晰視線。長庚醫院團隊也呼籲民眾養成4個好習慣，包括不揉眼睛、穩定控制過敏、落實護眼3C守則，每30分鐘休息5分鐘，以及定期追蹤。透過及早篩檢與正確的護眼觀念，才能有效守護視力健康。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
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聞週報，我是李品榮，感謝大家，我們下次再會。